这个元气战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说元气空性呢，断除一切这个增减和这个断除一切增益这个瞬间就是这个分两个课盘，一个是佛说元气如幻之理和佛说元气者呢。就无气可成就是分两个课盘当中，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讲的第二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用两个偈颂来这个说明。你所宣所知教也如理如法辩论者，悉皆无机可成如。也有此理可明者。倘若有问何以故？因为凭以此事说。于见未见之万法，能理增益即瞬间。那么讲这个元气空性的这个道理呢，前面也讲了就是这是这个所有的佛法当中的这个精华佛法的这个体悟佛法的最精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咱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当中，这个空出时间来，这个修学就这是非常这个珍贵的，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们呢，为了无有实在意义的地位名声或者说是这个权利而这个奋斗，但实际上这些呢，得了以后也不一定就是对你的整个将来。或者说是乃是是有用的。真正我们通达了元气空性之理的话呢，那么每个人来讲是就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所以在这里呢已经讲了，就是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元气空性之理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外道，任何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这些人的话呢，用教理来进行攻破你的真理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的，无机可成的。也就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你所宣说的这个教义也就是说这个元气空性的深深意义呢，如果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辩论就是以真正的这个真理来去进行这个辩驳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不可能有这个有机会呢，就是破斥的，因为这个原因，以这个理由，以这个元气理的道理呢，就是可以明知你所宣说的呢，就是真正是这个正确无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已经以自己的这个智慧凭借自己的这个智慧，已经宣说了这个为见就我们先两郎见到的很多这个阴森过的这些道理和我们不能这个见到的深深的这些空性意义的就是见和为见的所有的这个玩法的真理呢，你已经这样的这个宣说了。宣说以后的话呢，那么任何其他的这个有智慧的、有寻思的、有能力的这些人呢，就没办法就是进行破斥，也没办法呢就是进行这个毁坏你的这个宗派。所以说呢，已经这个远离了所有的这个正顺就是所谓的这个正义的话呢，本来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添枝加叶的，就是上面就是增加许多的这种虚妄之理就虚妄之理。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本来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什么就是玩法这个制造者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就是认为是存在的话，那这就是一种这个正义。本来是前世后世在名言当中来说是存在的，善恶报应呢，在名言当中是存在的。如果你抹杀这些真理的话，这叫做是这个尊顺。但是你真正懂到元气空性的道理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增顺、长变、断变。这个正义全部的这个谢所谢力呢，就一概就是就摒除就一概摒除，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现象。因此，我们从这个真理呢，就是应该知道，就第一个是，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真正是这个量师佛就他是正确无误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唯一的道士。以前那个陈那论师陈那论师也是这个
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准备就是造一个英明的论点，这个论点呢就是叫这个计量论。然后开始定理的时候呢，对吧？他说，经理定量于理生什么大事三事，这个救护者就以这样的一个寄送呢，就是卸在这个地上就观察缘起。这个时候呢，就是婆罗门这个外道就是2、3次的是把他就是烧了，就是把它这个已经这个烧掉了。然后呢，就是到了第3次的时候，他说了，就是说是如果是这个开玩笑或者说是一些玩耍的话，那就是希望不要把它这个擦掉我是有这个非常这个必要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和必要的。如果你觉得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就是认为这个佛陀呢就是离生者，是量师护者，是救护者。如果认为是这种道理是不合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这个先生就是我们就是进行辩论了。那个时候呢就这个外道就出现了，就是进行辩论。进行辩论以后呢这个就是多次的事就是没办法就是战胜。后来呢就是外道就是通过这个神通就将那个陈那伦斯的字句呢就是全部就是用火来就是进行这个烧掉了。然后他自己呢就是不翼而飞了。后来就是大师呢就是升起一种这个厌烦心，他想我要救护一个众生的是这么困难的话呢，那么就是救度所有的众生是多么这个困难在显现上是升起一种厌离心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这个现前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呢就是不应该就是对这些恶劣的人而产生呢就是不好的这个分别念就不好的这个分别念我是这个生生世世你的本尊你呢就是我永远的是这个疏忽你的，你一定要造这部论点。如果造了这部论点的这位这个论点呢就是称为世间的名目就世间的名目。后来呢就是通过文殊菩萨的这个劝启呢就陈那伦师已经就是造了这个计量论计量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计量论的这个前面，我刚才就是讲的这2句就表面上看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理定量就是利益就是众生，也就是说是欲利生，就是向这个利益众生的就向利益众生的。然后那个这个大事三事救护者的话呢，那么表面上看呢好像只有几个字，可能谁都会写得出来，但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有深深的含义，已经就把这个本色的佛陀的这个功德就全部概括起来了，已经就是说得非常这个清楚的。任何其他的世间的这个道士呢，就是没有他的功德和特点就应该要就是懂到这样的这个真理。所以这真理也讲了，因为你的这种无比的这个智慧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什么宣说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有些注释当中呢，就是讲了你这个宣说了，就是4种这个无为4种无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障碍这个无为，因为这个一切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对它有障碍的是什么呢？就是烦恼障和这个所知障，就是这是这个佛陀说的，就是这是在任何众生面前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别人的是不可就是对抗的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叫这个出离无为。出离无为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从这样的这个烦恼这个轮回呢就是断除就解除之后的话呢，从中呢就是可以获得这个出离解脱就是从中可以这个获得就是无我的这通达了这个无我以后呢，就是得到解脱，就是这叫做是处理这个无为就是处理这个无为。然后呢就是断得无为，断得无为的话呢什么就是远离了一切这个障碍烦恼就是获得了这种法身的果位，就是这叫做这个断除了一切，就是断除了一切这种障碍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叫做是真的无为，就是真的无为是就已经这个证悟了这种无我的这个境界就证悟了无我的这个境界，在说话众生面前呢，就是以随即这个应化就是随即就是实现就是调伏种种众生。
那么这个叫做是什么这个真的无畏啊，因为佛陀或者说对佛陀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这种四种无为的这个真理啊，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谁也就是无法对抗啊，就无机可乘，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这要讲真理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就是让这个胜负他的。这在历史上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是这样的，不仅是藏地和印度。我以前那个去五台山的时候呢，当时我藏文有一个蓝皮克的那个一个叫公博家还是什么，就是他有藏文造的，就是叫这个寒地佛教史，这里面也是讲了很多。道教也这个佛教当时呢，就是以这个真理来就是进行这个辩论啊，就是以真理来进行辩论，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后来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僧统还是在真理的辩证上面呢，就是佛教都已经这个得胜了。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宗教在这个先线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和睦相处，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谁赢谁败啊，就是这只是没有必要，只不过是我是历史的有些这个说法呢，就是在这里就是重复而已。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敢说的。而且现在有些人的话呢，为了就是顾别人的这种面子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已经违背了就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教理。但是呢，在别人面前也是不敢说。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的。应该如果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也可以这个辩论啊，不管是道教也好，这个其他这个宗教也好，任何这个宗教的话呢，我们真理上呢就是可以这个辩论。但是这种辩论呢，就是并不是互相这个威胁啊，互相什么这个不攻击呢，就这样也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本来也就是就是讲这个和谐和和平，但是在真理面前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要接近真理。接近真理。如果你没有接近真理的话，那就是我们谁都这个观点都是这个承认的话，那就是那不合理的。你说这个万法空性呢，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唯一的观点。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管是学宗教的、非宗教的这任何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万法不是这个因缘生的，万法不是空性的话呢，那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了。做佛教徒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用武器来进行这个作战了，应该用真理来就进行呢进行什么呢就进行这个辩驳就进行在真理面前的话呢，有智慧的人最后就以理服人了，以理服人。以前跟南琼白也说过，他说这个越来越接近真理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就是无话可说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对的就是越来越接近真理的时候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就是越来越无法可说了不讲道理的人呢，他开始可能就是就胡言乱语，就是他凭自己的这种浅见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就胡说就是会有这种的。但是你懂真理的人的话呢，你不管是这个其他的宗教也好，就是佛教也好，大家都在这样的这个真理面前呢，就没办法就是说的。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真理来就是认识这个佛教就是以真心就现在很多都是讲这个真见与真心真见与真心。但说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自己的相续当中有没有真心有没有真心，有没有这个正见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思考。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有一些是这个迷迷糊糊的就秘密。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皈依这个三宝，皈依三宝的话呢，你为什么皈依三宝呢？因为听说三宝很殊胜那么这样的话，任何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话呢，他也觉得是他的这个教主呢，就是很殊胜，就是光是一个很殊胜很庄严很积极就这些都是谁都可以这个编出来的就是以前跟那琼贝说了嘛，他在外道在印度的时候，一个外道的这个僧尊像面前的是就是合掌，就是一直祈祷，后来的是自然而然就是流出眼泪来了，就是他说有时候是人的这种哭泣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就是因为你使劲的开始祈祷，使劲的开始祈祷，最后就开始哭出了，就开始，然后这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这个就流泪就是没有什么的，就是没有什么的就有些我们这里这个佛教徒就是看见一个什
上师的时候呢，说是前世的缘分，但是我觉得不是前世的缘分吧，就这是一种感官的，就是不同的一种这个翻译，就是有种不同的这个翻译，那你就觉得说啊哇，就开始哭起来了，就是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当然是如果你在众生面前或者佛像面前，有些经里面说是你让这个流出一滴眼泪的话呢，也有很多功德，从某种角度上面是有一些功德，但是真正要这个了知真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必须要就是知道是佛陀是怎么样这个伟大的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他唯一的佛法，他所宣说的这个佛法呢，就是是完全是已经这个就是说这个真理者啊，就是说真理者。那么信持佛法的这个僧众的话呢，也是这个随顺真理者啊，就这样的话呢，我们诗人呢。诗人是这个迷乱者，这个迷乱者呢，就是对这个真理这个靠近，归于真理的话呢，那这是这个合理的。我听到一个国外的这个大德啊，就是他讲的时候呢，没有跟这个佛教的就是原始原味的这种这个俗语来就是讲，但是他有一种婉转的，就是特别是这个西方人呢喜欢的一种这个词来说，所谓的这个皈依三宝呢，就是皈依三个真理，就是就皈依三个真理。我就很喜欢这种词啊，就是实际上应该可以这么说，法也是真理，就佛也是真理，僧众也是真理。如果我是迷乱者，就是这个对境是真理的话呢，那我不得不皈依啊。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真和假当中呢，就是应该选择是正的。如果我是假的话呢，我要趋向正的方向呢，是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正确的认识，要知道是这个佛陀是为什么他是这个唯一的、无与伦比的，他是这个救护者啊，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啊，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这种定见。